Olha só, tá de, tá toma de liana b a l i s a m o l i a 总之呢，再说一次哦，先跟问候大家，这是 Delay。a s a shiv na jin jin de ya 那么就像前天谈到的，de ki nam ta dan je che an 那 ki de 么 ga chen 就 ko 跟法王米居多杰 ni 这个传记相关的一些有关嘎千大营的这个内 ki 容。ga chen ki jidang ki kuran ka shu da ji ya kam jo lu gyu ru che an de ja je me ko le ta ga 那 chen 么 ki 今天呢，ko 简略讲一下嘎千的一些历史啊，背景历史，然后在下个星期再会讲的比较详细一点。ta ga chen la bi ju san da ga chen si de ko kan de ji le ga chen si 那 yo 么，当我们说这个嘎千大营哦，那么嘎千它的意思是什么呢？那么嘎呢，它的意思就是营啊，大营的营。那么过去呢，西藏会很多人做这种迁徙啊，或者要到某个地方去的时候，那么到了一些地方，就会用这个有很多个这些帐篷，像是牦牛帐篷啊，或者是布的帐篷结集在一起的这样的聚居的地方，就叫做嘎。那么我们说会叫扎营啊，就类似这个意思。譬如说像军队的这个军帐聚集在一起的地方就是军营，然后很多商人群聚的地方，有很多这些商人的营帐地方就是商营。同样呢，上师还有像僧众啊，那么有时候为了大众说法、举行法会的时候，就称为叫法营。比如说现在有叫色达的法营、佛法的大营，或者是雅千这个地方的法营等等。但是回到嘎它最原始的一个用意，就是营的这个意思上来说，它指的就是用这个像是牦牛的帐篷还有这个布的帐篷群聚在一起但是后来呢，演变成像是有时候很多建筑物聚集在一起，也可以称为叫做嘎尔。但总之呢，嘎尔它最主要意思是很多个帐篷这些聚集在一起的这样一个营区哦，大营、营地、营区就叫做嘎尔。然后再来这个千呢是什么意思呢？它代表了这个营区啊，千就是大的意思，那么就代表说这样的一个营地，它的规模、它的人数呢都是非常大的、非常多的。那么之后呢，又称为叫嘎咩嘎千，那就是因为它叫噶玛巴的，就是大营了。它意思是叫噶玛嘎千。那主要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大营，就是嘎千大营和噶玛巴是的关系而得了这样的名称。那过去有一段时间呢，甚至也会称这个冈仓噶举的父子众，就是师徒众为噶千父子，就是法王跟法王子叫噶千父子。但这比较是呢，其他派别会这样子来称呼冈仓的父子叫噶千父子，但自己冈仓噶举当中不会这么用。那么过去呢，还有在这个藏巴蒂斯也会有这种叫第八营哦。那么最主要就是因为这个藏巴就是当时西藏的领袖啊和噶玛巴同样就是因为他们有相互的这样一个供养跟受供的这样一个关系哦，并不是直接有什么样的关联性。总之，那么噶千大营啊，或者说噶玛大营，它和噶玛巴米居多杰有什么样的直接关系呢？现在的用词来说，这噶千大营大概就是米居多杰他这个办公的这个公司吧，就是他的 company， 他的这个公司。那么米居多杰呢，他的头衔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公司的
可以说是主席或者说这个负责人。那么伽马嘎签可以说就是伽马嘎举的这个行政总部 headquarter。所以呢，伽马嘎签它和其他藏传佛教当中其他的一些行政单位是不太一样的，像是拉布章这样的一个行政单位是不同的。拉布章它一般有翻叫办公室，就是拉布章这样的一个私人办公室，主要是像藏传佛教当中比较有地位的这些宗教领袖，像喇嘛的他的住处，或者说维系他的这样一个生活的这样一个行政单位叫做拉布章。比如说有一个叫拉玛扎西，他的拉布章，他的 office 就是指说拉玛扎西他个人或者与他直接相关事务处理相关事务的这样一个地方办公室。但是呢，噶谦大营呢，虽然和噶玛巴也有直接关系，个人也是有关系，但是它并不是专属噶玛巴的私人办公室，而是这个更广泛的管理整体全体噶玛嘎举的这样一个办公室的一个单位。所以和一般传统的拉布章的概念不同。那么噶玛噶谦这个噶谦大营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很难，可能没有办法说得太清楚哦。那但是首先我们问一下，是不是第一世噶玛巴杜松前巴的时候就有了呢？我想当时应该还没有，因为呢，杜松前巴他就是一个很朴素的普通的一个僧人，他是在后半生的时候才变得比较出名。在那之前，大部分他都是专注在山上、山洞里这样子闭关实修，而且他习惯都是独来独往，不然最多就是3-5个人吧，他不会带很多人一起走，因为如果人一多的话，他带的侍者啊、眷属一多的话，就需要准备很多像是马呀、驴子等等交通工具，还有衣食住行的各种的像帐篷等等东西。而在当时呢，也很难有这么好的条件。那么至于第二世噶玛巴西和第三世嚷琼多杰呢，虽然他们是成为了元明这2代的帝师，但是他们2位噶玛巴过着的生活还是非常像瑜伽士这种简朴的生活，并没有很这种像大喇嘛的宗教领袖那样子的一种比较铺张这样的生活并没有。而且呢，第三世嚷琼多杰呢比较多是居住在这个静处哦，然后著作啊、实修、闭关，他并没有到处的走，还是有去很多地方说法，但是没有行动的那么多。那么因此我们看一下噶玛噶谦是什么时候有的呢？我们可以从一部文献是噶玛钦列巴问答录叫《解脱要义》这本书中提到过，他是在说第4世噶玛巴这个瑞佩多杰的时候，他提到说第4世法王呢，他特别呢重视这个戒律。接着呢又提到说第4世法王呢，那么可以说是在他的这样的管理下，一手建立起噶谦大营的威望和规模。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一段话来推测的话，在第4世噶玛巴之前，大概是有营区的大营区的这样一个形式，但是是直到第4世法王瑞佩多杰的时候，整个这样的营区才比较有规模和有这个组织，才有所谓的噶谦大营这样的一个规模和组织。而且这部著作的文献的作者就是钦列巴呢，他是第7世法王的弟子，而当时又是噶谦大营的可以说是全盛时期吧。所以呢，由他所说的
这样的一段描述啊，我觉得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所以呢，这里我们说哦，噶千大营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单位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说依照噶玛钦列巴这个文献著作就很重要了，它里面的形容。那么近代的一个学者叫东噶罗桑钦列，他说呢，他形容到范围广大、有较严谨的规模和组织的噶千大营，主要是在第7世噶玛巴的时候建立起。这部分内容可以参阅有一个叫冈仓法源明月水晶即可知道。就这位近代修的原因呢，一是的确第一个，当时第7世法王的时候是噶千大营的全盛时期。除此之外，其实有关这个噶千大营啊，到底是什么时候建立起来的？这个文献呢，是他才因为第7世法王的时候是因为最全盛时期嘛，所以他才说那个时候有了噶千大营的组织，也不能怪他，因为历史文献非常的稀少。那么就我自己来说，也就只是看到刚刚上面跟大家说的钦列巴的那一段话而已，其他文献当中我也没有看到太多有关噶千大营的这个描述。另外一位学者叫图登喷措，他说，噶玛噶千大营呢是第4世法王若佩多杰从中国返回西藏的时候，那么由于很多的巨信弟子啊，他舍不得和这个上师分开，所以他们就一路跟随着，然后到了楚布寺。那么抵达楚布寺之后呢，就在上师的住处旁边呢搭建起这个帐篷，然后尽力的精进修持而行善。那么这就是噶玛巴法营的初建因缘。那这位学者讲说，但是呢，我花了蛮多天哦，查看了很多噶举的像这个历史文献还有传记当中都没有看到这样的说法，所以或许还是这位学者他看了其他什么样的古老文献呢，或者什么样的原因推测出这样的一个说法，我并不清楚。但总之呢，从刚刚噶玛钦列巴那段话来说，可以说第4世法王若佩多杰的时候噶千大营是有了比较大的规模和组织我想可以这样说确定。但是在第4世法王之前的历代噶玛巴，大概就只有一个这个营区的一个雏形吧，一个样子而已。那么还有一部若佩多杰第4世法王的一个传记它是由楚部的昆邦贡噶洛珠和噶玛贡卓许诺两人写的传记当中呢，就有很多对于大营的这个清楚的记载。那么因为这里若佩多杰第4世法王跟噶千大营有这样的关系所以我想应该很简单讲一下若佩多杰，但我不细说他的传记就讲几个重点。那么第4世若佩多杰的前因氏是第3世噶玛巴，那他原籍第3世噶玛巴是在这个元朝上都原籍的。那么上都当时是元朝的旧的这个都城，那么第3世法王让炯多杰呢，就是在元朝的上都那里原籍，所以他当时就在上都呢对这个大元国师就说，我的下一世呢将会诞生在工部地区。所以就像是第3世噶玛巴的
这样的一个预言，所以若贝多节它就诞生在这样一个公布的附近这样一个地方。那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投影哦。第4是伽马巴的一个介绍。哦呀，哒，哒，这边都是第几档？你看上我们的虚实没吧？他有没有全虚虚的些些？这个投影之前有给大家看过，但再复习一下。那么他出生在这里叫昌都市边坝县加贡乡这个阿兰卡村现在的地名。那么他的父亲名为索囊敦珠，母亲名为江氏尊珠简，诞生在这个公元1340年。那么原籍日呢是原籍年份是在1383年等等，然后享龄是44岁。所以他就是在这样一个莫阿拉荣这个地方诞生。那么当时是谁认证他为转世呢？是有多颠昆波讲曾认证为让正多杰的转世。那么他的主要上师有3位，有扎华雍敦巴，然后还有多颠昆波讲曾，还有多颠大吉瓦，这是他最主要的3位上师。那么同时他依止了给敦港巴的这个大堪布敦珠巴呢，接受了出家还有净缘戒。他出家的法名叫做 Zamlin Chögyaba， 所以我们常在一些经论当中会看到 Zamlin Chögyaba， 这其实就是这个第4世法王的传记的他的名字名称。那他是一位严持戒律的这样一位行者，他周围的人呢围绕的也多是亲近的比丘。那么在冈巴敦珠神撰写的他的传记中提到，法王身边的侍者呢都是行持3净肉者。那么他们师徒曾经住过的这个地方所以如果看到有这个牲畜就是被杀了之后的这些骨头什么留下来的话，都会被骂。那甚至这个酒的味道是完全不会在这个噶千大印当中闻到的。他的行为是修持持戒是非常清净的。而且尤其呢，若贝多杰呢，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能够在梦中自在的变换。那他是怎么样去转变他的梦境呢？举个例子，譬如说他有很多想要读的经书，但不可能都看完嘛，所以呢，他在睡之前呢，他会把这些经书呢全部打开，放在他的就是床铺旁边，前后左右全部都把书本打开，一本一本放好。好，接着他就睡觉，睡着之后呢，他在梦中，他就变换出很多个他的化身，大概有15、16个若贝多杰变换出来，然后就在那边读经，看这些经书。接着他醒来之后呢，这些经书他都读懂了，全都会了。所以他曾经就自己说过呢，他说我呢是一个这个精通与变换梦境的人
所以他就说，因此我和这个好像魔术师是没有差别的。所以那些魔术师的变换和我对于梦境的变换呢是一样的，对我来讲转变梦境非常的容易。那么同时清利巴大师也说，这个第四世法王呢非常就是天资聪颖，他不用刻意的做什么学习哦，他其实都会了，但是他还是非常好学不倦，所以他成为了在第八世法王之前的噶玛巴当中，在这个中观和量论方面的佼佼者。同时呢，他在诗词的造诣上呢，也是无人能出其右的。所以你看，清利巴是这样子赞叹第四世法王他的诗词造诣，但清利巴自己在诗词上造诣已经够厉害了，但他还赞叹他。总之呢，若贝多杰呢，他也带领出非常多殊胜的弟子，像是沙马卡丘旺波等等。之后在火蛇年1356年的时候呢，那若贝多杰呢就受到了元朝的第14代的皇帝，叫做妥全特路尔，还有太子爱由势力达腊这两个人的供养和殷勤的诏书，他收到了。接着19岁的时候，1358年他就到了中国。那这个就是那个托特蒂木，就是第14代的皇帝。那么藏文文献中说他是这个第15位大汗但是在藏传的文献中说是第14位大汗，中文文献说是15位大汗。然后这里他也叫做元顺帝等等。接着这是他的这个太子。那就是在这两位这个的引请之下呢，所以他在19岁的时候，1358年的5月，那么从楚布寺呢，经由这个北方的路北路，那因为去康区的时候有南北两条路他是从北方这条路前往这个中国。那么当路程当中，他也经过去到了这个祖庭噶玛寺，还有拉颠寺等等。那么在《贤者喜宴》当中这本书中提到呢，就在这段时期前后呢，有5位这个印度的 yogi， 就是瑜伽士就来到这个大隐法王前，他们就对法王说：“我们要去中国五台山朝圣。”他说：“这个呢是，他就给了这个法王一个，说是当年龙树菩萨亲自这个制成的一个由菩提树木做成的一个佛像吧，就供养给他。他就说暂时放在你手中我们相聚，我们回来之前您不要给任何人。然后这个东西叫什么呢？这个所依这个佛像就叫做犍陀拉佛像。那据说呢，这5位印度瑜伽士好像是护法的化身，因为后来就再也找不到这5个人。所以在这个之后，这个犍陀拉大佛，这个犍陀拉的佛像呢，就变成法王最主要的一个供养对境。他每天每做法都会更换贡品，我们一般是每天换一次贡品嘛，他是每做法都会换一次贡品，而且呢日夜4做法呢，他都不断的礼拜，还有转绕这个特殊的一个佛像，叫
犍陀佛像、犍陀拉佛像，所以让法王身边的人都受到感动，也都精进行善。但是在其他的若贝多杰传记当中呢，到底什么时候他拿到了这样的一个 Gendola 的一个这样一个所依圣物呢，并不是很清楚。那接着这里看一下这个投影的唐卡哦，这幅唐卡呢是在八磅寺的这个噶举金曼祖师传承祖师的一幅。这个就是第四世若贝多杰，你可以看到这右下角有一些印度人，有没有？1、2、3、4、5，就手捧着一个像是正觉大塔的一个佛像佛塔，就这个。那这就是这里那个传说，就有这样的说法，说5个印度的 yogi 供了这样一个所依，这样一个圣物。那到底这个犍多拉到底是什么呢？它就是后来成为噶千大营的主尊的佛像。那为什么它叫犍多拉呢？那最主要这个名称取自于当时代表佛陀所住的地方居士叫做犍陀巨支，这是梵文的一部分哦，他取了这叫犍陀巨支佛的居士的一部分，所以就变成叫犍多拉这样一个大佛，犍多拉一个佛像。所以意义来翻的话，它就叫做香堂或者香室。犍陀巨支就是指香室。所以历代的噶玛巴总之都会在这样一个圣物犍陀拉佛像前呢，然后领受戒律，像沙弥戒、比丘戒等等，在这样的犍陀佛像前，然后领受这个剃发，然后领受这个居士戒的一段介绍。这里有提到说，这样一个持黑帽者第6尊狮子佛的化身，那么等等，就在这个至尊犍陀拉前他就是在这个佛像前剃发，然后首先就是领受居士戒。而且我想大约就在第7世法王期间呢，就开始有这个盛大布置这个犍陀，就是在这样一个犍陀佛像前广大陈列贡品的这样一个传统，应该是第7世法王时候开始的。那么至于是怎么样一个布置法，怎么样一个庄严法，我们在下个星期讲噶千大营的时候再多说一些。但这个很幸运的是呢，是我在几天前那么拿到了由夏玛昆丘衍那呢所写的一个这个叫做噶千殊胜所依犍陀大佛的目录。那么当中呢就解释到这么一尊所依有这样一个圣物犍陀佛呢，有7个殊胜圆满。那这样一个7个殊胜的功德是哪7个呢？就是因圆满、陈列圆满、作者圆满、来源圆满，然后能力圆满、事业圆满、加持圆满等等。所以这是这里提到有这7个圆满，其中呢简略的来说我就不念了。其中因圆满是什么呢？那么因为它的材质呢是这个菩提伽耶的那个菩提树的木头所制成的。再来它陈列圆满，这是因为我们菩提伽耶不是有那个正觉大塔吗？这是它后面还有这个正觉大塔呀，还有这个当时呢阿育王建立在菩提树前的这个犍陀拉的当时的一些陈列庄严布置是相似的。那么就像正觉大塔有没有佛像在里面，然后我们要从外面这样子看过去，就是这尊这个圣物它的
雕刻的样子是长这样子，就像是正觉大塔。我们要看那尊佛像的时候，是从外往里看这种感觉。在第三个作者圆满跟来源圆满部分呢，可能是缺页的关系在那个目录当中呢就没有这2个部分的记录，可能以后找到再跟各位讲。就是作者圆满还有来源圆满，所以这我就不知之后再讲。在第5个是能力圆满。就是这尊大佛无论这一尊佛像无论在哪里，那个地方就不会有地震、这个雷电或者水灾、火灾，还有毒药战争，还有疾病等等都会平息，而且未来也不会再发生。它的能力是圆满。再来第6个是事业圆满。据说呢，是因为诸佛事业的化身噶玛巴呢，他也会要向这个他向这个所依礼拜和供养，因此呢，他受到了中国、西藏、蒙古各地的迎请然后利益广大的众生，所以这是事业圆满。第7个是加持圆满就像是大般若经当中说那么投身在这个金刚座菩提伽耶金刚座正觉大塔周围的众生，除了异熟业之外，他们不会受到任何伤害。所以就像般若经里面这么说。那么因为这尊佛像呢，它是由印度的菩提树所制成，所以它也具有和菩提伽耶这样圣地一样的加持。再来比起观修其他坛城的本尊，如果将这一尊佛像观为对身和自心的所依而祈请的话，将能快速得到加持所以过去的祖师是这样子说的，所以这里说加持圆满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这是在那个目录当中提到有这么几种圆满。但是现在也会说，那这个犍陀佛像这样一个圣物在哪里呢？好像都从来没人再说过听过它了，不知道它了。那其实这尊佛像呢，在第10世法王时期当时蒙古固始汗侵略嘛，毁灭了整个大营噶千大营，所以在那个之后就再也没人听说有什么这个佛像的消息了。那么第16世法王的私人秘书就当16世法王还在西藏的时候，叫仁钦巴桑这个秘书，他撰写了一个楚部目录，当中提到说这个佛像被西藏政府没收了。但是呢，我也问了16世法王身边的一些人，就是这个到底犍陀罗大佛怎么样了下落如何，但是没人说得清楚，都没人知道。但是呢，这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在70年代有2位外国人叫做 Nick Douglas 还有 Mary White， 有这2个人呢，他们写了一本书，就在70年代的用英文写了一本书，这本书书名叫做 Karmapa The Black-Hat Lama of Tibet， 就噶玛巴是这个西藏的黑帽上师，这是投影的这本书，所以它是在1976年英国出版的这本书。那这本书中写到什么呢？提到说他们当时到了西京，有见到16世法王还有法王子，而且合照等等，也做了访问。同时呢，他们还拍摄记录了一些16世法王从西藏带出来的一些珍贵法物，所以有这些照片。其中呢，有一张照片就是提到说是由龙树菩萨亲手制成的一个佛像，后面有雕刻有佛陀的各种事业等等，就是这一尊，就是这个照片。所以你看在英文里面有提到说这是释迦牟尼佛像，英文形容。后面呢有佛陀的12相成道，那同时也说这尊佛像呢
当时有5个这个印度人呢送给第四世法王的。那就是在的这些印度人要去中国的时候，然后供养给第四世法王的。谁做的呢？这尊佛像是龙树菩萨他亲手做的。所以当我一看到这尊佛像之后，我看了好多次，然后再看到过去的历史文献的时候，我想犍多拉大概就是这个所谓的犍多拉像佛像，就是这一尊。我是这样子想的，但是当我去翻阅上师之后编辑的楚部圣物的这种目录，还有很多这些根据我们的历史传说都没有说这一尊就是这个像啊，它就是犍多拉这个佛像。那我就在想，为什么没有写清楚是这个呢？我想大概就是因为怕太出名，而且这个又这么重要，是噶谦的主尊所依哦。而在旧社会那个时候，如果你太出名的话，就会被西藏政府没收去了。所以呢，就刻意的保持低调，所以在什么记录里面都不提。所以总之这里面没有特别提，这就是犍多拉噶谦大音这个主尊所依，就只提到说是龙树菩萨所造作的一尊佛像而已。但日后如果希望有熟悉这部分历史的人，可以再跟你请教一些。但我想现在应该就是这一个，因为你看到后面它还有这个叫香室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所谓的佛陀他住的地方叫做香点香的香室的这样一个雕刻在背后。而且你看到这一尊的样子也有一点像我们从有没有正觉大塔要看近这个大佛一样的那个样子。那所以就像有时候你要看那一尊从大塔外看里面的佛像，你就不会看不到上面大塔的塔尖嘛，就是看到大概是这个样子。但是如果有熟悉这尊佛像的人呢，你可以在这些喇嘛们，如果你们知道的话，可以再多分享一些这相关的内容。那么之后呢，他又回到第四世瑞贝多杰，他又到了林街，还有等等一些地方。那么他在马曲的林库，就在马曲呢这里，它有这样3个可以说3个水流的漩涡的其中一个地方，大概就是现在安多地区吧。那里他就在一个石头堆叠而坐的一个法座上说了很多法。那么当时是夏天，那么当时瑞贝多杰的说法的那个石头旁呢，在夏天的时候呢，就长出了一个前所未见的一个植物，它有1个根，但是有8个茎，每一茎上呢又开出了100朵花，每朵花又有1000个黄色花瓣，每朵花的红心花心上又都有黄色花蕊等等。所以每个人看到这个花呢，听到这个事的人都很惊讶。当时有一个叫古拉敦巴的一个善知识，他就想说，哇，这朵花太特别，如果更多人看到的话会有利益。所以当时呢，当然没有照相机嘛，所以他大概就是把它复印了那个花呢，是把那个花染色，把它印在了一张纸上呢，还是怎么样？总之呢，他就复制了，然后这个花的样子，然后送给了很多人。那么所有看到这个花的人呢，都升起了信心。有这样一段故事。
那么之后呢，他又到了这个汉藏两地的一个边界，大概就是甘肃的这个地方。那当时的这个元朝的皇帝呢，派了很多使者去迎请他，但是因为当时呢，这个中国呢是很动荡的，所以他没有去，所以他继续的前往这个西夏地方，这是现在的算是康定的这个地方。那当时那边呢，西夏这个地方呢，因为一直在战争。大概有长达25年的战争哦，等等，他都将这些战争平息了，调和了这些战争。之后呢，这个皇帝又再次这个请他呢前往这个中国，他就想说啊，如果不在这个遵旨的话，可能会带给寺院和这个地方很多的一些这些灾难啊，所以他就遵循皇帝所说的，那么为了利益佛法而来的这个邀请啊，所以他就到了这个临窑的地方呢，由这个88尊者所建的一个寺院，那里面有一个堪布巴颠。사계 변迁말봐 사계 변迁대중이 말봐 사계 변迁그 주변 항아서죠 다 등산텔라白塔寺呢就10多啊现在还有一个叫做就是在兰州这地方有4个寺院，一个叫白塔寺。总之，第4世法王当时也到了这个地方，然后之后呢，又到了这个西夏地方。那么当时呢，因为要对不同民族的人说法，这个蒙古文的翻译，然后呢，在右后方呢又会放了这个，再来左方呢会放有这个汉语的翻译，然后若贝多杰讲法的时候，这些翻译就是如实的，就即席的这样翻译法王的开示也立了非常多的人。那么有一次他在路程当中就染病了。那么当时很多人就说该怎么办啊？那么他就说没问题，我来做个梦，来治这个病的话就可以了。然后他的侍者叫做枯玉孔巴枯玉孔巴，然后他就跟这个侍者说好，你就让我睡，你别吵我。还记得吗？他在梦中很厉害，能够各种变换嘛，所以就算是他这个滚昌应该就是感冒所以他也不用吃什么药。总之呢，睡完他就跟侍者说：“你别吵我，让我睡。”总之睡完之后呢，一醒来后呢，这个病就好了。那他的这些侍者像古玉拱巴等等，就问他说：“你晚上发生什么事？你是怎么弄的？”他就回答说呢，法王就说：“我呢梦中去了这个布达拉宫，就普陀山，然后有一个红色的观音菩萨呢，他手持一个甘露瓶，他就把那个甘露瓶给了我，然后叫我把里面的甘露喝掉，我就喝了。喝了之后呢，我就升起了这样一个乐冥无念的这样子的觉受，然后病也就好了。所以这也是说他能够在梦中自在变换的一个例子。之后呢，好，可能先讲到这里，先休息一下。
다 되네 지금 치와로 안에 지동 숨게 주지 담배로 那么之后呢，在今年呢，1360年，在12月的时候，第4世法王瑞贝多杰就抵达元大都，就是现在的北京。那么他是住在一个叫做缺点翁波这样一个地方。但这个中文叫什么现在不确定。那么他就传授皇帝还有皇太子呢这些教法，像他传授皇帝金刚玉切母灌顶、纳洛六法、大受印、具身契合等等。同时呢，他也对于这个皇太子呢，除了传授给皇帝的那些法门之外，他另外还给皇太子传授了圣海观音灌顶，教授了百段本身呢，还有宝性论根本颂注释、庄严经论根本颂注释、十论金刚根本颂注释等等。他同时呢，也为其他这些众多的皇亲贵族大臣，还有当时在元朝有很多各族的这些达官贵人说法，像是汉族霍尔族、蒙古族、回纥族、这个党项族，还有高丽族、朝鲜族等等。我的第一个米线党的东北党这个茶叶党这党那些迷茫就忙不起来呀，他就为很多很多这些各族人士呢为他们说法。当时呢，他住在大概是2到3年的时间。那么之后有一天呢，瑞贝多杰法王他就对古玉公巴人间本主他的使者呢就跟他说，那么我看到一些征兆，就是这个元朝的政权呢不稳的这样一个征兆。还有呢，这个皇帝呢寿命不长的这个梦境。我们如果继续留在这里呢，大概也没有办法改变些什么，所以我们应该这个认真好好跟这个皇帝说一下，请求准许我们回去这个西藏。那么这样一路上呢，也能够帮助很多人。所以他就私下跟他的这个使者古玉公巴仁金贝尔对他说。那么总之呢，他们就请求了很多次，但是呢都没有得到允许。那么在有一次这个请愿的时候呢，这个皇太子呢就都含泪的对他说，请上师啊，你无论如何都要留下来，请求您发发慈悲啊。所以这个含泪而请求，据说是这个元朝的这个太子当中能这样子对于一位上师含泪流泪，他大概是第一位有这样的记录。那当时呢，有2位这个大臣呢，就这时候跪在这个法王的面前，就对他说：“上师啊，您来到这里之后呢，我们这个整个国家国境当中都不再有这种瘟疫，然后这个皇太子呢也生了2个儿子。”所以当时呢，因为这位皇太子他已经是元朝末期了，当时这个是内忧外患的一个时候，所以瑞贝多杰到了之后，这2位大臣就说：“您来了之后啊，我们的内忧外患都平息了。”那么连这个皇上、皇太子都这样子含泪请求您留下来的话，那更不用说老百姓更是称您为这叫丰年
吉祥这样一位上使。那因为他来了之后，这个所有的谷物啊都长得非常好，这丰年这样吉祥上使。总之，这个时候您为什么还执意要回去西藏呢？那么如果就像是过去八思巴尊者和忽必烈。我忘了那个忽必烈他的这个名称叫什么。总之呢，八思巴就像是大臣就说，就像是八思巴尊者和忽必烈，那一个是上师，一个是施主嘛。那么这个政教合一的两位呢，一起的弘扬佛教，巩固国政，不是很好吗？所以请您这个务必要三思啊！就这样子，跟岳贝多杰说，法王就说，当然这个请求也说的很有力量，但是法王就说回答也是更有力量，他就说大庭广众之下这是不能儿戏的。那么他直接说，除了继续为这个皇上和皇太子祈福修法之外，祈请三宝之外呢，我不需要也不想要任何这个政治上的这种封号册封，我也无德无能。僧人呢，就是什么呢？哪儿悠哉哪儿去，但是呢，也尽力的弘扬佛教，利益众生。而不应该的就是在任何一个地方留太久，然后眷恋那个地方，这样是不好的。如果能这样做到不眷恋的话，就是一个好的修行人。所以这两位大臣当时就觉得这个说得很好啊，就也记录下来，就古语古前的就是法王的侍者看到那两个大臣，听到还记录下来了。总之呢，就在这样不断的认真的请求之下所以就得到了允许，说暂时你可以返回这个西藏这样的诏书，同时也给予他他们给予法王很多的这些路上的盘缠啊，还有各种的物资，那么吃的呀、交通工具啊、各种牲畜啊等等都非常的多。那么当时在没有那么当时呢，卫藏地区当时会有皇帝的给予这些诏书啊，一些册封，有这样的传统所以当时呢，所以法王呢就帮助了这个卫藏的这个叫帝司就是首领很大的恩惠，因为在他的请求之下呢，皇帝就给予这个卫藏的帝司这个册封。那有了这样的册封的话，那么他的这个权力就可以持续代代相传下去。所以他对卫藏的这个帝司首领也是很大的恩惠的。同时呢，他也协助了这个八思巴尊者的这个祖庭叫新坤德庆，有一个堪布叫堪布巴颠。那么他也透过法王请求赐予封号等等，所以他也得到了这个封号，还有水晶的印玺等等。还有呢，帕珠的第一代帝司那么叫做长处坚赞，他是第一位可以说统领西藏政权的一个领袖。那么依据噶玛钦列巴的一个说法当时呢，就是有一些呢来自西藏的这些人士呢，向这个皇帝朝廷说了一些小话来诋毁这个长处坚赞，就是第一代的帕竹第一代的这个帝司所以瑞贝多杰呢也协助呢做了一些解释、一些调和。
所以消除了这个朝廷对于这个帕朱第斯的怀疑哦，不然的话，那个皇帝如果是怀疑他的话，搞不好会派兵把这个帕朱的政权给消灭。那不仅如此，那在法王的请求之下呢，那么这个长叔简曾还得到了皇帝赐予的大司徒的这样一个封号。所以对于帕竹这样一个政权来讲，法王瑞贝多杰的恩惠也是予了很大的恩惠。那么同时呢，当时呢萨迦的传承稍微就是式微了啊，那么力量变小了。那这是法王特别也跟萨迦当时的叫朗苏闹坚赞呢结下这个法缘，而且对这个萨迦的法王恭敬臣事哦，所以这样的一个举动行为也为萨迦派带来很大的利益。同时呢，还有在法王瑞贝多杰诞生前大概50年。当时卫藏地区呢发生了这个直贡的这样一个谋反一个骚乱，这个就不细说。总之呢，真的很多人都死了，总之呢，后来就因此呢，让这个萨迦派和直贡派呢成为了这种很结下了梁子，成为了很世仇。后来呢，也是在热贝多杰的调解双方之下。而且不仅如此，他也帮忙修复了这个重建了直贡的寺院哦，他也资助了很多的供养等等，所以他对直贡派的恩惠也是很大的。所以他可以说是，他真的他的心是总是在想着照顾整个西藏。所以你看他总是想着是对于比如说为了这些刚刚谈到卫藏地区的这些主要的重要人士等等各派，他都会为他们向皇帝而去请愿。那总之在那个之后呢，他就到了这个甘肃地区。那么当时很多人就来见法王，有的呢甚至是要花几个月的这个路程呢，就是骑着马呀，甚至骆驼，然后来见他的民众是络绎不绝的。所以呢，法王他除了这个早上会这个收持啊、客送，还有这些用餐时间之外，他不停的每天都在给予他们。드네 가서 닌 답에 쇼베 남세와네 원다 뮤머로 버들 드네 실업난도와 실업난에 샤부 주고 답에 윤세메 실업난스 지당 미르 샤부 주고 답에 드네 윤세메 세나 다 깔래카는 그냥 다 깔래카야 메르시 드제게 아소다 미망고 쉬우지 총어를 쓰고 太多人来见他哦。大体呢，各地里啊，甘肃省是大体上，我们根据是多，大体上的甘肃省的工作的些。那么后来呢，是在甘肃省甘肃新建的，然后挺上给甘肃新建的名的，天天加钱多。当时的甘肃省呢比现在还大。总之有一次呢，在那边呢就发生了一场这个瘟疫，大概类似现在的这个疫情一样吧。总之很严重的这样一个瘟疫，很多人都死亡了。那么当时因为瑞贝多杰也在甘肃，所以他身边的这些侍者也都很紧张。会不会这个瘟疫也传到我们这里来，或者是法王住的这个地方来？所以他的侍者古语滚坚杯人谦杯呢，就请示法王说：“瘟疫这么严重啊，该怎么办？”法王就说呢：“我今晚呢也做梦看一下有什么办法吧。还是一样，你不要来打扰我，因为他又要到梦里去了。”那么就在傍晚呢，法王他结束了这个禅修课诵之后，大概半夜吧，大概现在的12点吧，12点1点左右，他就睡了。那么但是在他的侍者古语拱吧呢，他睡不着，总之还在醒着。所以很多时候，瑞贝多杰很多这些殊胜的
这些记载都是古伊贡巴他写的，因为他总是呢不离开瑞贝多杰，跟在他的身边，所以他都知道。但是只有他知道为什么？因为瑞贝多杰总是跟他说：“你不要跟别人讲哦。”甚至有一次，这个古伊贡巴原先被他说他想写一下法王的传记，法王还不准他写。他说：“你这样写啊，别人会不相信的，不相信，生不起信心，甚至升起邪见的话，是更不好的。”甚至还有一次呢，他也想说要不要写下另外一位大师书圣的这个传记，但是法王说你要写可以，但是你把这个纸笔给我拿来，结果拿来之后把它给烧了。那个法王就说就是有另外的人请求他去写法王的传记，所以他说你这样是害了我，你就把我写成一个这个样子，那反而会造成别人不相信的，所以总之他就不让人家写。那么，所以我们现在怎么知道瑞贝多杰很多传记是因为在他圆寂之后呢？所以这个古伊贡巴他升起一些勇气，我才想说可能还是会利益到一些人，所以才对一些人说了一些第四世法王的一些传记。好，总之讲回来，他睡着了，但古伊贡巴他睡不着嘛，在旁边，他也在旁边，也在守护着嘛，怕别人来打扰这个法王。所以就在正准备大概要这个早晨快要起来的时候呢，突然就听到很巨大的这个可以说爆炸的这种声响，好像以为房子要塌了的这种声响啊。那这个声音出现的时候，一听到的时候，这时候法王也瑞贝多杰也醒来了。他就对这个古伊贡巴仁欽贝说：“这个我们房顶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不是？”他就回答说：“是啊，发生了一些事情，发生好大的声音，好像房子都要塌了一样。”法王就说：“哦。”那就好。他说：“如果是这样，瘟疫就不会到我们这来了。就算有一些已经在周围的瘟疫呢，也会完全已经被消灭了。”古伊贡巴就说：“啊，为什么您会这样子说呢？为什么瘟疫不会来呢？”瑞贝多杰就回答说：“因为他在梦中他看到说那个造成这个瘟疫的是很多的这些瘟神其中一个是一大团黑乌乌的这样的一个瘟神。所以呢，我呢就把自己呢就想成一只这个翅膀双翅能够张开，然后遍满整个甘肃的这样一个大鹏金翅鸟。然后呢，我就把所有的这些瘟神一口的把它吞下去，然后呢，全部呢烧死在我胸中的有一个大火，全部变成了灰烬。然后呢，最后这些灰烬又从我的身体排出去。然后之后呢，我呢，因为我是一只大鹏金翅鸟嘛，我就降在了这个屋顶上。然后法王继续他说：“哦，心中的这样一个想象竟然能够真的造成外面这样子巨大的声音响声啊，真是奇特呀！你心中的想象是一个没有形色的嘛，但怎么会制造真的一个声音出来，真是奇特。”然后他还说：“你不要跟别人说。”他是这样跟古伊贡巴说。所以后来也真的，当时甘肃那个法王住的那个地方就没有发生这样的瘟疫。
还有当时访问在甘肃的时候呢，有非常多的接收到很大的供养，像记录说有5700匹马呀、牲畜、金银财宝、绫罗绸缎等等，非常的多。那么他当时呢，访问就只是说要把这些所有的供养都拿去供养卫藏地区，那些只要有10个僧人以上的寺院供养给他们，然后做这种7次的斋僧供茶，还有这个供养。然后他就还特别派了叫拉玛如港巴到卫藏这个地区这样去做供养，对于只要有10个僧人以上的寺院做供养。当时卫藏地区大部分寺院至少都有10个僧人以上，所以你可以看他这个供养做得非常的广大。所以之后第10世法王之后都有这样的传统对于藏传每一个教派，包括本波教，都有这样子的广大做供养的这样一个传统。大部分都是在噶玛巴这个即将圆寂之前那么都会做这样子广大的供养。所以这也是代表这个噶玛巴他这个没有教派之分的，然后同时尊重每一个派别的，代表着这是噶玛巴的一个特殊有这样一个用意，所以会做这样的供养。那总之呢，他就到了甘肃，到这东方的一个宗喀这个地方。那么依照贤者喜宴的一个说法那么当时在那里呢，就是洛桑扎巴来见了法王，就是宗喀巴大师叫洛桑扎巴，他当时年纪很小，所以他就跟随法王这个受了居士戒5戒，同时呢并且预言说将来你会前往卫藏你要到卫藏同时预言说你会成为像是佛教教主第二个。所以你看瑞贝多杰法王就对这个宗喀巴小时候他叫这个洛桑扎巴对他说你要到卫藏去等等。但是其他一些文献当中说他是洛桑扎巴是跟法王领受是沙弥戒，而且得到法名叫做贡嘎宁波。总之你看瑞贝多杰从中国回到西藏的路程当中就有和这个洛桑扎巴宗喀巴大师相见，当时还很年纪很小这样碰到。总之当时宗喀的就18个这个等于说村落18个地方的人民都非常的恭敬法王，那么甚至为他新建一座寺院请他常住，但是他也没有答应。之后他继续的走，然后他就到了北方的甘肃这个武威这个地方。那么就是叫白塔寺这个地方。那么在白塔寺这个地方的周围呢，不是很清楚，可能叫做游盘峡谷这个地方。那么总之在这样一个很舒服的这样一个地方呢，那就建了一个叫巴措扎的一个闭关中心。那当时这个地方呢就有一个领主就是可以说当地的这种首领他的一个女儿叫做布涅达日，就来见法王。他说呢他做了一个梦，梦境有一个声音跟他说，就是要塑造一尊呢和山一样高的这样一个佛像。那他是一个大的施主，他是一个大施主。我这里还没有特别研究过但总之呢他是这样一个大施主，他就那么这位来首领的女儿她也就是做了这个梦，然后她也接着说她的先生刚刚这个往生叫做冉纳的这个先生往生，所以她也为了
这个为他回向啊，所以他就问法王说：“我该怎么做这个塑这个佛像？”大家就说：“那好，那先去看一下这个佛像。”结果一去看的时候，这座山非常非常的大，每个人见到这座山都这个瞠目结舌，然后还摇着头说：“怎么可能建一个佛像跟这个山一样大？”每个人都在摇着头，都觉得不可能。觉得都不可能建得成，塑造成那样的佛像。当时呢，瑞贝多杰法王他就微笑着说：“有办法的。”那么，如果在一个丝绸上哦，就是把它缝起来哦，在这个上面可以拼缝成这样一个大幡，一个佛像的一个这样子的大幡的话，就可以了。当时呢，这位首领的女儿就觉得，哎，这个方法不错，就召集了上师啊、领主，还有很多当地的工匠师哦，然后跟他们说要这样去做。要总之要缝制出这样一个巨大的佛像的帆布，然后是可以盖住整个山一样大。当时大部分的这些缝制的工匠呢，大部分都是来自中国的，他们很聪明，但是呢，他们都觉得都要做出这么大一尊，缝出这样一大尊佛像是不可能的。那至少你要做这些，你要先测量一下嘛，到底要做多大，这座山有多大，要测量一下。所以他们也就实在是没办法，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又去见了这个法王。然后那些工匠师也说什么都做不成，所以这个首领的女儿又再次去见，就说该怎么办。那这时候法王就说没有问题，好，我来帮你们做。之后呢，他就命令大家搬来很多那种，我们不是河边都有那种白色的小圆石吗？大概手掌大的那样的白色圆石，就一个手掌大的，就他们带了很多来。然后呢，他就把这些白色原石就叫他们排到这个山顶上去。那个贤者喜言当中是怎么说呢？他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当时呢，罗贝多杰怎么做的呢？他骑了一匹马，然后他不是他骑马会有马蹄印吗？所以他就在山上呢，他就骑着马走。就是每一个马蹄印，就要他们在这个蹄印当中就放一个白色的这个石头。那么总之这就在算嘛，就测量说到底放多少个石头，就在算整个山的这个的。然后接着法王就说，就是要按照这个石头的总之这样的数量啊，然后要缝制出这样的一尊大佛。而且呢，你也不用担心，所有的这些供养各种东西都会过来，都会聚集。所以当时也没有尺嘛，也没办法算得出是多少公尺啊等等的。而且这么大一个佛像，这个经费可不可思议。这时候日本多杰就说，这里面的1/10的经费呢，我会来供养。那所以记载说他供养了1900两银子，这是1/10的经费是1900两银子。那我不知道换算成现在是多少。所以当时呢，瑞贝多杰帮助他们算出了整个这个长度啊等等嘛，所以这时候这位首领的女儿呢就算出来说需要500位这样的缝纫师才可能缝得出来。那所以到底这尊佛像有多大呢？它佛像的右耳到左耳的长度大概是11个人啊张开双臂的长度。
突破进步集中间的修电根。那突破这个业了呀。然后这尊佛像是释迦父做的，在他右边站立着文殊菩萨，在左边站立着是弥勒菩萨，然后下方呢还有这个莲花座呀，然后上面还有这个天人天女在做供养等等。同时呢，周围还有像是这个唐卡的庄严的布的样子，然后要从山顶上呢垂悬下来。那么在一次特殊的一个良辰吉日的时候呢，法王就亲自前来开光，当时记录说很多人都看到各种的殊胜的瑞相，像出现彩虹啊、佛光啊、大地震动、降下花雨啊等等的瑞相。那我这里给大家看一下。但这人们就记下来啊，人们就跟他说落了差点那些。那么为了让大家就是有一个概念，大概是长什么样子，我请人画了，制作出大概一个样子。这个的长度大概跟纽约的就是自由女神像大概是这个大小。就是整个唐卡的这样子的高度，大概跟自由女神像一样。南海观音，那么中国来讲呢，大概就是这个南海观音那尊大小一样吧。那总之呢，这个大佛做完之后，他们就供养给法王，所以就要把这个大幡佛像带回去西藏。贤者喜言当中就提到呢，当时这个佛像的身体呢是由32只驼子驮着，那么其他2尊菩萨呢又由8个驼子驮着，所以是每尊菩萨是有4个驼子驮着。那么在冈巴坤轩撰写的一个传记中提到，总之是由44只的牛这样子驮背着。然后之后呢，还有22只这个牛呢，作为这个备份的牛，因为44只驮累了，就要再换后面22只。总之这样子交换的去，这样子背着这样子的这个大幡这个佛像，然后要带回西藏。那么到了西藏之后呢，就记载说呢，2尊佛像呢就分送给职贡，然后再一个送给了帕主的寺院，这左右两边的菩萨就分送给这2个地方。那么主尊呢就供在叫贡波修卡这个地方，但是之后失了火，所以呢上半身的它大概这个布它是有分开的缝制的嘛，所以到时候也分开着，所以上面的上半身有5个驼子的这样子的部分不完全，就烧坏了。所以因此呢，这个缺扎嘉措就在泽拉康这个地方又去缝补，把它补齐了。但是呢，这个后面的这上半身5个部分就留在了这个泽拉康，所以等于佛像的上半身在泽拉康，下半身在贡布修卡。所以当时呢，法王就说：“这个缘起不好，一部分留在这里，一部分留在那里，这是冈仓教法呢会出现一些障碍哦。所以要放在一起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里有提到说，这样子2边分开放，就造成了冈仓教法一些障碍。这一障碍是指说，冈仓教法在第8世米觉多者世的时候，出现了2个萨玛人，2位第4世萨玛巴，所以那时候的冈仓法举差一点点就这个分裂就解散了。所以呢，大概第7世法王就预知到是有这样子的问题，所以说了这样这一段话。
总之呢，这个可以说拼布在丝绸上这样拼布缝纫起来的大佛，这个算是西藏历史上这么的第一尊，可以说是第一尊这种锻制的这种佛像，就是若佩多节那时候制作成的。那么现在真尊佛像在哪里呢？现在没有了。那么我在一个文献中看到，也是那个蒙古的固始汗，他就把这个，当然其他两尊菩萨在其他两个寺院嘛，那主要在贡波的修喀的这个主尊呢，固始汗的军队来的时候，能这个撕的把它撕掉，能够这个烧的把它烧掉，有的甚至把它就拿来做衣服去了。所以呢，这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不然我们现在如果还能看到的话，这可以说是整个这个藏族文化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文化遗产，也是那么这一次为了让大家有个概念，所以我请人呢画了，所以这幅是画出来的，这样子的大小等等画出来让大家看一下。所以你看到上面有没有上下有没有都有很小很小的人，所以你可以看出那个比例跟大小。之后呢，若贝多节呢就到了这个敦煌，也就是敦煌的这个，当时呢这个敦煌里面有3700多座寺院。洞窟，敦煌的洞窟。那据说呢，当时这个里面还有中国皇帝啊、蒙古皇帝，还有藏王赤惹的这种塑像。所以他就在敦煌这个石窟呢附近住了一段时间。那当时有很多人对他做供养。那么当时呢，敦煌最主要有2座弥勒菩萨和2座文殊菩萨的殿堂等等这样的寺院，所以呢，法王也在把当地得到这些供养啊，就有成百上千的马匹啊、骆驼，就作为这个供养给这几个寺院，作为这个燃供这个长明灯的这种叫基金一样啊，同时供养他们修复寺院。之后呢，他又到康区很多地方，最后又到了贡布。那么他就依照这个松巴让中多节的授记一样，他就想说，我应该到扎日这个地方呢，去开启这个新的圣地，所以他就真的到了扎日这个地方呢，开启了这个圣地。从那个之后呢，扎日就变成是民众络绎不绝前往朝圣的地方，也是很多修行者常住在那里的重要的一个闭关的一个圣地。除了扎日这个地方，他还将贡布很多地方都开启了很多的圣地。那么之后呢，他就经由这个北方的路线他就说跟周围的人说，我们到北方一个清静的一个地方，但担心那边没有柴火，他就说多带一些柏树的这个树枝把它带着，柏树、树叶、树枝、柏树的这个带上。同时他还说，听说前一世、第3世法王的这个遗体呢，就是由这个一马车的这个檀香和沉香来火化的。那他是在那个当时是在这个元朝那里汉地火化的。但是在西藏呢，他就说法王就说没有旃檀木，没有这些，所以它的代替品就是柏树，所以带上。总之，接着他们一行人就拿着这些呢柏树、树枝等等，就到了北方一个这个很好的一个地方，就说我们就待在这里。同时他还说，第4世法王说，如果在这个山顶上能够将一位清净的比丘的这个遗体火化的话，那么中国就不会攻打这个西藏。
说完之后呢，就在当地扎营，同时还说了好多次五浊恶世当中啊，那些难以调伏的众生，就算告诉他们佛法，告诉他们正道，他们也不会好好的去修行。那么或许可以用一个让他们难过的方式，可以帮助他们醒过来吧。说了很多次，所以总之，接着他就在44岁那年，就是水猪年的7月3日，那么身体就稍微示现一些微恙，一些病状，同时呢也发生了一些大地震动啊，的一些情况。然后在15日的晚上，他就转绕着他有这个三宝的身语意的所依有52次。然后在第二天的一早呢，他就念了我们现在念的这个极乐祈愿文就是弥勒文殊及普贤观音大力士智等等等。他就说了好多次，念了好多次之后圆寂。当时因为是在羌塘北方这个地方嘛，原籍的，所以当时有很多的这些，那时候很多这些野兽野生动物就聚集的围绕着它。那么按照包乌祖拉成王的一个说法呢，当时那后来那里就建了一个塔，到现在呢，在包乌祖拉成王那个时代都说，当时还有很多的这些野生动物会自动去转绕那个塔。所以这是瑞贝多杰的一个简略的一个介绍。那么瑞贝多杰呢，首先他是有很多的弟子，很多带领出很多殊胜的弟子，但前面特别提到一个叫古伊孔巴仁谦卑，他是在所有弟子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他是谁呢？他是第三世噶玛巴让冲多杰，就在堆龙，就在楚部附近的一个堆龙县这个地方。有一次呢，他在那边扎营的时候，第三世法王在那边扎营的时候，那么很多小孩就在那边玩。那么这时候嘎谦的一只狗呢走失了，走丢了。就是小孩都吓得跑掉，因为这只狗就跑出来了。但是有一只狗没有跑走，他还是在他们在收集那个牦牛的粪便吧。总之，他就躲在那个整个的那个牦牛那个粪便的那个袋子吧。总之，他就躲在那个里面，那只狗就绕在那个旁边几次，也没有去咬它等等。那周围的人看到说，这个小孩子很聪明。那当时呢，这第三世法王长春多觉就跟这个小孩的爸爸说：“你把这个小孩子给我。”那个小孩的父母就把这个小孩给了第三世法王。法王那时候就说，将来这个人呢，他会在政教上呢，都会成为一个非常厉害的人。所以他也真的是成为了三世的古伊贡巴。古伊贡巴其实是一个头衔，是噶谦的一个噶谦大隐的一个头衔，叫古伊贡巴。他成了第3、4、5、3世的这个古伊贡巴。所以他也得到了很多元朝的这个西藏的这些重要人士的人的供敬。大家会说，大家都不敢称他的名称叫仁谦卑，都会尊称他为这个罗布谦波。可以说是噶玛巴的在教法他的弟子当中，这个事业最广大的就是他，有这样一种说法。那么他的这个出生日期不是很清楚，但是他在第三世噶玛巴的后半生的时候出生的，之后他见到了第4世的又见到第4世的噶玛巴等等。总之呢，这一次在为大家讲解了瑞贝多杰的很多传记。
这个传记的时候，参考了很多古老的一些传记，包括像这个司徒边谦在书写冈仓经曼史，他在写这部历史的时候，他参阅了一个叫做拉玛萨颠巴所写的7年传。还有初步棍巴瓦贡嘎罗珠写的传记，多点卡朱旺波所写的传记等等，这些我都现在都找得到，现在我们都看得到。但其中版本最广、最重要的就是冈巴昆卓许诺所写的版本。那冈巴昆卓许诺是谁呢？他呢是有见过第3世法王，但他主要是第4世法王的弟子。那么他是在桑普寺，还记得那是西藏的第1座佛学院哦，他就在那边完成了这个教理的学习，成为最出名的一位学者。有一次跟仁达瓦许诺洛珠、罗谦甘珠巴桑，还有在宗喀巴大师这些大学者聚会一起的时候，他在举行这样一个大的法会讲法的时候，那么当时的整个法会上最重要的当然，那就是熊起么的普图是上了身间图多是，七斤亚拉图，才嘛亚拉图是这些多。同时，七斤给到普图上的亚瓜是多，滚筋亚瓜长。那么会说亚就是也是牦牛的意思，这只是县官最主要的这个般若最重要的论点的依据就是雅士这个大班智达萨迦派的。等等啊，也在这个都是在这个法会上啊，这是有成学习有成的人。但他为什么叫做伽马？前面有个伽马，是因为他也住在楚布寺的这个附近，所以他得到这样的一个名称。所以伽马坤勋就是这次我依指他所写的传记，所以他主要是第4世法王的弟子。但是在传记当中，最主要在噶举经曼当中的一个就是谈到的夏玛。那么总之呢，这次简略的讲解了一下若贝多杰的传记。同时呢，因为提到了噶谦大营的时候，就必须要提到若贝多杰。那其中几个原因，就像之前谈到的，总结一下来说。那么噶谦的最主要的所依这是那尊佛像，还记得就是当时那些印度人供养给4世法王的。再来，噶谦最殊胜特点是什么？就是噶谦当中不能吃肉，不能喝酒。那么首先喝酒不准喝酒，这是所有寺院都这么做的。但是不能吃肉，在西藏当时来讲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不像现在有这些蔬菜可以吃。当时当你说吃素就是断肉的时候，等于就好像是没有饭吃的意思是一样的。所以但当时就是由第4世冈巴巴瑞贝多杰，应该是从他开始就制定了这样一个断肉的这样一个特殊的规矩。还有整个噶谦大营当中，它整个组织跟规模，还有很多这些戒律等等，都是在他的影响之下，或者在他的这个制定之下而建立成的。所以呢，讲到噶谦大营，就简略的透过了第4世瑞贝多杰的传记来讲解。那么下礼拜我会再仔细的讲一下噶谦大营它真的是长什么样子，它到底在里面有些什么规矩要守等等。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